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。伫当地时间拜一的早起7点半，发生着规模7.4的大地震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超过1000栋的建筑物损伤，死亡的人数嘛超过100个人。讲这个地震是哥伦比亚21世纪以来所记录到上强的地震。 哥伦比亚地区翻身，画面中的白衫女子拼性命走，不过地震实在伤大，女子也是徛袂在，屁伫涂骹。西部城市贝瑞拉马德坎国际机场，同款也感受到地震的恐怖。所有旅客敢来当秘伫跳边避难，目睭紧紧看天棚顶悬的钢架，喊不该。 中南美洲一个网红，当时也伫同一座机场，伊惊甲是美伫倒下骹叽叽叫，唔敢相信眼前这袂输是咧拍灾难电影的场景，竟然是真实的。Por un momento pensé que hasta aquí llegué, marica fue increíblemente, marica. Se rompió todo, todo se cayó, marica. 这件规模7.4的地震，震央伫哥伦比亚西北部的乔克省，离首都较无320公里，是哥伦比亚10多冬来发生过上强的地震。嘛，首都伫震央附近西部规个主要城市，听讲也拢有建筑崩塌。 这座伫中北教堂，伫经过超1分钟的剧烈地震后，上顶悬的位置也互地震算甲崩塌。哥伦比亚这个紧急的医疗中心，也伫地震后变作受灾区，建筑物的残骸一直落下来，喊着救护车。 You're looking at Cali, Colombia, near the epicenter, and I want you to see all the dust in the background here from this elevated position. These are buildings that have sustained severe damage, if not full collapse. 建筑崩甲真严重，死亡的人数一直在增加。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，这件地震至少造成200万人受到冲击。判断震央是伫咧内陆松冷的河谷附近，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破坏。